97歲高齡嘅四叔李兆基走咗，另一邊97歲高齡嘅李嘉誠正被口誅筆伐，處在輿論尖峰。呢兩件原本完全不相關嘅事意外同頻，似乎用一種特殊嘅方式完成兩人嘅謝幕表演，亦令人不得不感嘆一句：香港嘅一個時代或者已經結束。香港四大家族代表住香港嘅叱咤風雲，郭德勝同鄭裕彤早已離世，如今李兆基亦走咗。呢一群體嘅退場，唔單止係個人傳奇嘅落幕，更影射香港從地產霸權向多元化經濟嘅艱難轉型。至於李嘉誠，正在面臨一個非常關鍵嘅轉身，亦係對呢一個時代嘅告別。四大家族喺香港點解係神級嘅存在呢？因為佢哋確實係呢座紙醉金迷城市裏最不朽嘅傳奇。佢哋見證咗香港嘅榮辱興衰，亦成為獅子山精神嘅最佳注解。更因為四大家族控制香港75%以上嘅商用物業與45%住宅開發，仲掌控住香港多項基礎設施、港口、零售、能源、電信等多個領域。當香港社會對高房價怨聲載道嘅時候，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啊！四大家族係始作俑者。李兆基喺1958年首創，分層出售以及10年分期付款模式，打破整棟售樓傳統，使香港中產置業率從1950年代嘅不足5%，躍升至1970年代嘅35%。但係囤地控盤嘅模式，直接推高咗土地成本，加劇咗住房矛盾。香港多年嚟蟬聯全球房價最難負擔嘅城市。雖然按照中原領先指數數據，2024年房價與收入比從2019年巔峰嘅49.4降為32.1，仍然領跑全球。香港之所以能有今日嘅輝煌，離唔開傳奇商人嘅付出，但香港面臨嘅各種社會問題，亦都係拜幾大家族所賜。呢個就係商人經濟嘅一體兩面。除咗房地產主業之外，各大家族涉足燃氣、電力、零售、電信、電視網絡等，幾乎關乎香港生活嘅方方面面。李嘉誠旗下嘅香港電燈、電能實業同嘉道理家族控制嘅中電控股，幾乎壟斷咗香港嘅電力供應。李兆基家族掌控香港中華煤氣，為香港近200萬家庭提供燃氣能源。可以大膽咁話，香港人從生到死都離唔開幾大家族嘅產業，都在為呢啲大家族嘅產業添磚加瓦，同時對香港人嘅壓榨亦係無處不在，而悄無聲息。四大家族嘅崛起，本質上係基於香港特定環境嘅必然產物，係殖民地時代商業體系結出嚟嘅果。土地供應不足，推高地價，按揭供樓，坐地收租嘅模式，或者曾經有過進步意義，但係繼續落去嘅空間已經不大。同樣道理，企業嘅壟斷地位呢，曾經喺一個時期內得到咗政策方面嘅護佑，但唔可能永遠護佑落去。社會能夠進步嘅最大確定性就係改革求變。地產經濟喺享盡香港乃至整個中國大陸一個世紀嘅紅利之後，對普通人嘅壓榨亦不可能持續落去。可以睇到，四大家族以各自不同嘅方式走向咗自己嘅黃昏。恒基地產股價自交棒後年均增長率從5.8%降至2.1%。新世界發展由於激進擴張導致債務飆升，2024年錄得巨虧。新鴻基亦元氣大傷。須知道，特殊時期產出嘅特定財富神話喺新嘅時代同環境下破滅唔係偶然，而係必然，甚至係必須嘅。講返李嘉誠，除咗地產紅利之外，更係吃咗舊時代買辦紅利。上世紀80年代起，李嘉誠利用香港作為內地與外部資本之間嘅中介身份，對接國際資本，兩頭吃差價。喺舊規則下呢，佢有非常從容嘅安全區設定，佢只需做好中間人嘅角色，唔需要明確嘅政治站隊。但買辦本身就係存在於中國發展史上嘅一個特殊嘅階段。
呢個特殊階段已經徹底過去。如果仲以買辦嘅思維出售旗下43個港口，以為可以內外通食，咁就大錯特錯啦。曾經長袖善舞嘅李嘉誠呢，竟然會喺呢項交易中暴露出目光短淺嘅一面，實在令人驚訝。有人話呢個係仔李澤鉅急功近利，如果願意相信呢個猜測，咁就等李嘉誠好好執手尾，減少中國社會對出售行動嘅指責。一個新舊時代嘅切換正在發生，就如新加坡嘅國父李光耀對李嘉誠嘅評價，佢話李嘉誠有冇製造過一件營銷世界嘅商品呢？李嘉誠從來都冇，佢投資地產、收購港口、電信公司，全靠壟斷結盟。佢嘅巨大財富來源於佢壟斷咗房地產同一系列民生工程。呢番話絕對值得反思。喺新嘅時代背景下，舊嘅規則都在被撕碎。李嘉誠如此敏感嘅人物，唔可能意識唔到時代正在變遷。四大家族嘅謝幕，或能為香港經濟轉型提供歷史性嘅契機。嗰個憑藉地緣套利、政策紅利崛起嘅創富神話，正在被硬科技、產業鏈自主取代。新時代嘅規則將係自主技術以及國家利益綁定，呢個先至能夠讓風波中嘅企業依然佇立風中。香港聯通住中國同世界，過去係，今日亦係，但係中國同世界呢都已經發生咗翻天覆地嘅變化。香港仲處喺原位聯通，已經遠遠不夠。喺百年未有大局之下，香港求變必須要揾到新時代嘅定位。李兆基嘅離世係香港紙醉金迷時代嘅休止符，更係新舊經濟範式交替嘅起點。李嘉誠作為最後嘅救神，佢嘅商業帝國嘅每一次轉身，都喺度定義香港未來嘅輪廓。當資本神話褪去光環，香港呢座城市需要回答嘅終極命題，就係點樣喺財閥遺產與創新浪潮之間重構一個包容可持續嘅新香港。或許答案已藏喺李嘉誠嘅名言中：成功冇絕對嘅方程式，但失敗都有定律。減低一切失敗嘅因素就係成功嘅基礎。只係呢一次更需要整個社會嘅制度覺醒。